台南南西甲玉井因为挖近禁用灾情较严重，根据市府的统计，拢总有14栋建筑物损害，安置28个人。南西区有2间庙受损，要整修就要开上百万。现场的状况，咱连线互台记台记者李信武。昨暝12:17的规模6.4的大地震造成讲台南南西这大家这库内造成正大的损伤。像讲即摆记者伫咧南西的东福宫遮伫咧庙内，规个涂骹是如苍苍，因为讲神明的这个定做规是落去，甚至讲的这神尊嘛拢有刷叮当哦。更较严重的是这外口的这庙体顶悬的整条规嘛拢落来，在地民众是讲透死人毋捌看过遮严重过。涂骹规大片的整黏拢是互地动摇落来，毛庙的大香炉互地动摇甲刷毁，可见昨的地动有影大。同一条路的南西嘉北路，侪住户拢无用咧宽厝内，因为地动摇甲如苍苍，徛喺内面的壁刀离甲真大芳，有的厝体搁歪一边，门窗的玻璃拢碎去，某人的门根本拍袂开。房价最严重的变数，规个拢袂当入来困，我拢困伫外口。所以足惊吓呀。嘿。之前敢有安尼过？无，头一届安尼。遐真严的这灵啊吼，灵这种这啊甲这遐拢歹去，拢一歹，这可能要修理起来吼，要算8万以上啊。人讲天灾无情，在地居民形容昨暝地动是用跳的，嘛讲过年前厝内拢翻好势啊，即阵厝的天棚拢落来，无意外大地动，互因马口无目屎。那玉井区有公寓大楼的条仔严重受损，到单已经超过20户民众，互政府带去别个所在安置。但是政府讲会请结构技师赶紧做安全鉴定，希望受灾户会当早日恢复正常生活。记者李兄弟台南的连线报道。